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呢就教大家，如果你已經交咗報稅表，而有想作出一啲更正或者補充資料嘅話，咁可以點樣去透過稅務易去完成？咁首先呢，你就要登入返稅務易。登入完稅務易之後呢，就去聯絡我們，確認終止其他工作，並使用電郵查詢服務。咁你要揀返是。如果你係未收到評稅通知書嘅話呢，咁就要撳繼續。咁你就可以喺度撳返我的查詢是關於2024-25年課稅年度報稅表的補充資料。咁你就可以喺呢一度，你可以打返你到底要補充啲乜嘢資料。咁譬如你冇填到強制性強積金供款，咁你就可以喺度填返你要補充嘅資料，咁然之後就撳寄出就得㗎喇。